主日3分鐘，慈悲特殊禧年專輯，教會聖年嚴格簡述。禧年係復原土地、免去債務、釋放俘虜嘅日子。吹起號角，亦都係具體咁沖傳禧年嘅顯著方式。教會聖年源自教會對信友自覺懺悔嘅肯定，信友以朝聖表示尋求天主嘅憐憫，教會就向佢哋宣告上主嘅寬恕同埋慈悲。故此，聖年首要就係重視教會上下一心嘅自覺懺悔，重新咁歸依上主。教會聖年曾經歷浮華誇張，又重拾簡樸認真，故此我哋要戒除奢華嘅朝聖，鼓勵個人同埋團體以退省嘅方式朝聖，先至能夠沉澱自己，與主、與人、與自己同埋與萬物修好。從祈禱內修到慈悲善捨兼備，係歷代教會聖年嘅見證。尤其今次特殊慈悲禧年，教宗方濟各提出神形哀矜，以及從社會到經濟架構嘅歸依同慈悲行動。故此，最佳得大赦嘅方式，亦都應該神形兼備。從喺羅馬舉行到喺各地方教會同步舉行，係教會聖年慶祝嘅發展。故此，當鼓勵本地朝聖以認識自我，亦都鼓勵到普世教會朝聖以認識各地教會同民生，以加強共用、互相了解，亦都可以達至聖年促使世人歸依和解嘅目標。歷屆聖年都反映出時代嘅處境，回應時代徵兆，係梵二大公會議嘅精神。尤其今次教宗方濟各喺慈悲面容禧年詔書所強調嘅，就係要建立教會內外嘅慈悲文化同態度。所以極需要研讀教宗嘅聖年詔書，喺祈禱、克己、懺悔之中，各人從自己開始，按照崗位伸延到社會生活同工作上，使人類領悟天父嘅慈悲。從世上邁向天上嘅朝聖，係最基本嘅聖年之路，亦都係聖門慈悲之門嘅含義。故此，重拾人生方向，捨棄世俗，全心天上，邁向天上聖門，先至係參與聖年嘅根本。主耶穌基督，你教導我哋要如同天父滿懷慈悲，亦都教導我哋睇見你就係睇見天父。請向我哋顯示你嘅面容，好讓我哋得救。請派遣你嘅聖神為我哋傅油，好能聖化我哋每一個人。願慈悲禧年成為上主廣施恩寵之年。